哎呀，你放开我自己走。进去。一大早的把我叫起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困死了。你现在危机四伏，你知不知道？哪有什么危机啊？别自己吓自己了。我要跟你说，有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灵魂交换了，你信啊？那不就得了？单凭霓裳的一面之词，谁会信他？那万一呢？万一有人信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信了就信了呗，又没证据。你我就是证据。你说一个宫女对宫里了如指掌，一个大王却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让别人怎么说？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我先把宫里相关内容给你讲一遍，你先记个大概，万一有什么，你还能应付一二。治理国家。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你给我好好听着。治理国家，首先要了解。还有，大王。大王，太后娘娘请您，还有达喜姑娘去凤鸾殿有事相商。知道了，寡人一会儿就去。诺。怎么办？高姨这么快就来了，我死定了！你刚刚不是很淡定吗？怎么，怕了？怕什么？我不怕。不怕，那走吧，大王。走啊。儿臣见过母后，不知母后此次叫儿臣前来，又有何事啊？哀家想跟王儿聊聊天。哦，坐吧。王儿。你还记不记得你父王在世时，他经常跟你说些什么？勤政，爱民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哎呀，母后，时间那么长了，儿臣不记得了。这倒也是啊。不过哀家听说，前不久，你身边那位礼仪非常得当的宫女达喜，不知怎么顶撞了霓裳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霓裳又仗势欺人了？回太后，的确是奴婢坏了规矩，霓裳娘娘罚得对。呵，可哀家听说你的宫规学得不错呀，怎么会犯那种错误呢？这丫头被寡人宠坏了。大胆，只是一介宫女，不守规矩。王儿，你忘了你父王的一位宠妃因为不守规矩，落到什么样的下场了？我记得当时你跟哀家都在场，你还答应哀家，说你今后的妃子一定不会不守规矩、尊卑的。你忘了你自己说的话了吗？哎呀，王儿，来人！王儿，来人！大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王儿，大王这是怎么了？太后娘娘，大王昨夜通宵批阅奏折，今日一早又被您召见，大概是体力透支了。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把大王抬回隆德殿休息，快！诺。奴婢告退。秋水，去把巫师给哀家召进宫来。娘娘，您这是？捉妖，除邪。把大王放下。
你们下去吧。诺。哎呀，达喜呀，这大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申大人，快去请巫医。大王劳累过度，在凤鸾殿晕了过去。啊，行，巫医，我这就去。巫医。行了，别装了，人都走了。我的天哪！我们真的被发现了，被你说中了。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当妖精抓起来？我们现在就跑，好不好？你冷静点，现在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你别自乱阵脚，容易露出破绽。咱们先按兵不动，看看他们想出什么招。我们再不走就被他们杀了。我们现在就走，好不好？现在就走。你能去哪？这天下都是姬家的，咱们能逃到哪儿去啊？更何况，咱们能逃一辈子吗？那死定了。这样，咱们暂且先去宫外避一避。你赶紧下旨，说要微服出巡。等咱们出了宫，再找找江湖上的能人异士，或许能把咱们俩换回来也说不定。若是换不回来，暂且避避风头也是好的。好，快，走啊！别被人看到了。大王和达喜姑娘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秋水姐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姑娘客气，奴婢在此恭候你们多时了。恭候我们？恭候我们？恭候我们做什么？驱鬼除邪。不是，你怀疑寡人是鬼邪啊？奴婢不敢。不过大王到底是谁？这些巫师一看便知。大王又何必急于解释呢？寡人才没有解释呢。秋水姐姐，大王要微服出巡，旨意已下，你确定还要在这里拦着？太后有令，今日谁都不许出宫一步，尤其是你、达喜，还有大王。那如果我们偏要出去呢？奉太后懿旨，今日谁都不许离开王宫一步，违令者斩。小心！反了！一个小宫女竟敢反抗安陵侍卫，给我抓住她！怎么办啊？跪下！秋水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对寡人这样啊？大王！太好了！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换回来了，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了，太好了！秋水，既然太后下了旨不让出宫，那寡人今天就不微服出巡了。至于这些巫师，你想要的话，就让他们跟着吧。寡人累了，先回去了。走。我怎么觉得大王就是大王呢？是我又有错觉了吗？儿臣参见母后。还好把金满换回来了，不然被太后这么犀利的眼神盯着，什么秘密都保不住的呀。你们起来吧。谢母后。满儿，哀家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微服出巡，而且还带上了达喜？是不是这个贱奴跟你说了什么？禀报太后，奴婢不敢。母后，
没有人和儿臣说什么，只是儿臣觉得这宫里有些闷，想出去走走，顺便体察民情。妲己来宫里也有些时日了，儿臣看她最近有点心不在焉、闷闷不乐的，怕是因为思乡而产生了郁闷，所以这才带她一起出宫，顺便去一趟她家，以解思乡之愁吗？是这样吗，妲己？回太后，正是如此。那就奇怪了。若如你们二人所说，那为何霓裳告诉哀家，你们两个并非本人，而是互相交换灵魂的彼此呢？一派胡言！母后，儿臣以为是霓裳不满儿臣对他的冷漠，这才捏造事实，妖言惑众。母后，你要不信的话，可以以任何方式来验证儿臣的真身。大王，哀家就问问你，在你读书时，哀家考了你一个汤告的事，我问的是什么问题？有功于民，其利乃事是什么意思？那你还记不记得，先王驾崩时，你答应过什么？儿臣答应过先王，一定会努力做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大王。那么最后一个问题，之前因为你好男色，而把你关进先祖殿，你还记不记得屋里一共有几位女子？母后，还请您不要问这个问题了，因为这件事情给儿臣的心里造成了极大的阴影。那么多女的，如饥似渴的，或高或矮，或胖或瘦，或黑或白，一股脑的扑过来，儿臣现在想到那个画面，都腿软。传哀家口谕：大胆霓裳信口雌黄，蛮横无理。从今日起夺取封号，打入冷宫，永不得出。诺。申甲，妲己留下，其他人都走。诺。你们都退下去吧。诺。你也叫妲己啊？啊？说了只让她一个人留下。啊，陛下息怒，老奴这就退下。笑什么笑？严肃点儿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抱到完整的你了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变回妲己了。哎，你不是说你很享受当大王被人伺候的感觉吗？哎呀，我说说而已嘛。我啊，还是适合当伺候人的小宫女。你干嘛？没干嘛，就是想亲亲你，顺便看看我曾经待过的身体究竟什么样子。讨厌，还是大王呢，一点都没个正形。你害羞什么？我不光看过，还摸过呢。闭嘴！你别说了。你放心，虽然我摸过也看过了，但是一点都没有非分之想，因为你太丑了。什么？你敢说我丑？我说的是事实。你这脑子坏掉了还是眼睛坏掉了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啊！哎，说。
珍重。我的错，我不该那么说你。但即使你又丑又胖，我最喜欢的人还是你。这冷宫的人都说自己是被冤枉的，都想再折腾一下。但是啊，我奉劝你别白费力气了。进了这冷宫还能再出去，哼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哼，你懂什么？本宫跟你不一样，本宫要出去，本宫能出去。来人啊！ 本宫要见大王和太后，开门呐！快点给我开门！快点开门！我有话要……这新来的烦死了！来人呐！过2天，等他喊累了就好了。过2天，我现在就被他吵得头疼了。妾是被冤枉的。哎，去，叫他别吵了。快来人呐！为什么又是我呀？ 吵什么吵？不嫌烦的慌。公公，本宫想见大王和太后，您看您能不能帮我去通报一声？我还想见大王和太后呢。我说娘娘，您都被打入冷宫了，难道您还要触怒大王和太后，让他们砍你的头吗？那本宫想见隆德殿的首席宫女达喜姑娘，您看您能不能帮我跟她说一声？这，哎，那好吧。启奏大王，这是达喜姐姐吩咐奴婢拿给您的点心。他人呢？ 达喜姐姐去冷宫看霓裳娘娘了。去那儿干嘛？不嫌晦气？奴婢也不知，是冷宫的公公前来传的信。霓裳这个人，阴险狡诈，达喜哪是他的对手？大王，你又去哪儿啊？达喜，不是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不是，停！转得我头都晕了。霓裳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关进冷宫还不老实，非让寡人杀了他！回来！我没事儿，我就是跟他聊了聊。你没有什么好聊的。达喜姑娘，你能来看我，我真感动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太过挑剔了，可是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更没有想加害于你。我只是在这偌大的皇宫里，想找个说话的人，谁知你们都误会了我。这次的事其实也是个误会。我有一天做梦，梦见自己成了你，你成了大王，大王成了我。 然后梦醒了，我就把这事当真了，又糊里糊涂地告诉了太后。说到底，还是我做什么事都太过认真。达喜姑娘，
求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！我保证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矛盾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你信了他的话？你为什么去找他？什么叫我去找他？明明是他让人来找我的呀！说的好像我想把他弄死一样，讲不讲道理啊？对，你别理他就行了。达喜啊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听说你的事情之后，我下了朝连饭都没有吃，我就过来了，所以我现在特别饿，也没有力气。你背我回去好不好？我觉得吧，要不我还是原谅你尝吧。我看就你们俩这脑子，有时候还真配。我背你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！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！大王，这样不好啊！你不背我，我只好抱你了。总之，你不许把寡人送给别的女人。当然不会。霓裳啊，霓裳，虽然我同情你，但是我真的不能把男人让给你。你找我啊？大喜姑娘，你来了。啊，抱歉，我不喜欢跟陌生人有过亲密的接触。说吧，找我来什么事儿？大喜姑娘，你能来，我真的好高兴啊！其实这一次，我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所以想请你跟大王求求情，看看能不能把我放出去。这里真的太冷，太难受，太可怕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别你那是太后的旨意，我想大王应该不会为了你而忤逆太后的意思吧？大喜姑娘，我不是要跟你争宠，我答应你，只要这次我能出去，我肯定以后离大王远远的，好不好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去求大王，放你离开王宫。反正你现在也是一介庶民，离开王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不行，我不能离开王宫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好歹我也是服侍过大王的人，我要是从这儿出去了，会被人指指点点，戳脊梁骨的。你是怕被人戳脊梁骨，还是舍不得这里的锦衣玉食啊？你好，我知道了。既然你不想为了自由放弃享乐，那么我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哎，等等，其实我也不是放不下锦衣玉食，而是你也说了，我现在只是庶民了，怎么还有锦衣玉食？那你为什么不肯出宫？因为我相信我能重获大王的心啊。可是这样怎么跟你说？是不是很难对付啊？对付他们小意思，不出3天，他们一定会主动来找我的。母后，儿臣想纳妃了。这勾栏女子阅人无数，心思缜密，王儿不要因为一时的感情而蒙蔽了双眼，错付了真心。凯凯，你知道最近有部剧叫《大王不容易》吗？我知道啊，我觉得你跟那女主长得挺像的。是吧？我也觉得。哎，你跟那男主长得也很像。是吧？就是性格差远了，人家男主啊，什么都愿意为女主做。我也愿意啊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拖地。主人，还需要做什么呀？你
捏肩。老板，还有呢？捶腿。会不会捏？会。主人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看得不错，奖励你的。大胆宫女，竟然敢欺负到寡人的头上来了！看寡人怎么收拾你！让不让说？让不让说？让不让说？